这个指挥中心嘛来证实，已经甲高端甲联亚这两间国内的疫苗厂来签约，国内采买到1000万剂的这个疫苗。问题是，这个国外疫苗拢要通过3期临床的试验才会当来放行，但是高端甲联亚的疫苗才摕到2期的试验，就摕到紧急的授权。国民党的立委表示不满，民进党的立委嘛讲，安尼无妥当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关疫苗的把关真细腻，不过疫苗进口的状况不明，安怎控制疫情？彰化发言人庄仁祥证实，已经和国产疫苗高端联亚签约，上册未来要买2000万剂，上近7月底上市。不过疫苗进度有争议。就是我们在跟国外采购的疫苗是一样的，在它还没有结果还没出来之前，我们可能就会先做采购。对，那时候搞不好就抢不到。 国外疫苗真歹掌握，政府对国产疫苗超前部署，不管高端还是联亚，拢要来进行2期试验。若是数据有够1期，就要申请紧急使用授权。不过，国际上包括辉瑞、BNT、嬌生和莫德纳，拢是2期通过。第3期临床的时阵，才用中期数据资料得到紧急授权。指挥中心买的时间点，和外界拢真怀疑。任何的疫苗在不安全或者没有得到国际认证。 最基本的疫苗发展的基本要求之前，你就要来施打，人民会心安吗？政府应该要自清，是不是有去相关的人去买相关高端的股票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当然应该要公布让民众能够了解说现在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。 伫政府高度的期待，今年初高端的股价已经去超过100%。今仔日高端意外开出平盘，了后，阁直接落到350块半，直接落甲封锁掉咧。看起来2000万剂疫苗的好消息，也是较输外界积极的声音。